我的好奇，为着心情的欢喜，所愿我愿通领受，有情有义的温柔，预备上帝愿这下，我若将我的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伫这回白无情，地点地就好朋友，关心花果甲温柔，预备上帝愿做下，我若将我的尊名，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相思愿认命，相信稳定甲认真，会就像我甲阳城，预备上帝愿做下，我若将我的尊名。阿门。请咱永远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伫圣诗后面1013页，启应文第10篇。显着我来刻，恁来印。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占领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教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避伫伊厝内。伊会教我囥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唔通黄面唔插我。求你唔通受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抵挡，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唔通照对敌的心愿，把我交予因。
因为因缘为正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邀我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这声着信靠上主。阿门。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俄罗你，你是阮的光，阮的拯救，阁是阮生命的保障。过往的日子，主引带阮平安经过，伫患难中你无放杀阮，用你十字架顶的保护来掠看阮，保护阮，互阮无受到任何的伤害甲攻击。总是牵阮的手，带领阮行入平坦的道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阮拢深信有主就有平安，有主就有稳定。主啊，过去阮有犯罪、犯错，悖逆得罪着主，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求主时常用你的话来教示阮、提醒阮，互阮无陷落伫罪恶的深渊。主啊，求你伸出你的圣手，牵阮行过崎岖的路。陪阮行过大风大影的苦海，指示阮毋茫的道路，互阮的性命换新，成做一丛好树，定根伫你活水的溪水边，结出主所喜爱的果子，互阮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你，搁较渴慕你、仰望你，谨记你的教示，遵探你的旨意。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凡事交托，靠着坚定的信心，顺服主的引带。主啊，伫新的日子，求主赐乐恩典满满，伫每一人的家庭，也继续看顾因为身体软弱无法度来到圣殿敬拜你的兄弟，赐予因教业的信心，伫病痛当中悠然会当仰望主你十字架顶的救恩。牵调信仰，领受恩典，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世界展望会主日，该机构推出竞选文典，看见囡仔的选择这个活动。有甲过去无同的是，过去是对机构分配儿童和赞助的人，即马是甲选择权还予囡仔，由囡仔来选择一位甲伊生命有连结的人。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去疼别人、支持别人，重心审视咱甲厝邻的人的关系，以及咱甲上帝的关系。欢迎兄弟赞助这个细汉囡仔。来奉献以及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点，本会定伫2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2023年定期好会。会后了后，咱无要提供信息，也袂缴交事件报告的单位，请赶紧将资料交到办公室，方便因编印好会手册。第二，本会定伫2月19日星期日下午5点半举行受访者勉励会，地点是伫林峰宫餐厅，敬请各单位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报名，方便参会到声的准备的备办。第三，本会自112年2月1到113年1月31日举办读经活动。一年咱若读完规本的圣经，报名费是500块，完成奖励就有1000块的奖金。但是无完成，咱的报名费无要退回。欢迎兄弟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报名，缴费参加。请小组长协助组员做伙报名。第四，本会1月22、1月29新春主日礼拜。即2遍，逐项的奉献刊登伫下周主日2月7、5的周报，敬请兄弟留意。第五，下
下周主日2月初5下午3点半召开2月份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所长甲同工列席。第二，具体消息、合作社消息。第一，助学贷款专案利率年息0%。对即马开始到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额度额满，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若有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要贷款的，请向合作社切询办理。第二，约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请带存款簿以及囡仔，伫2月26日前向合作社领取。第二，学生牧区有报名要参加怎样营会的遮个学生遮个人，请伫1月31日星期一下午5点半准时报到，地点伫敬拜中心。目前是有90名的学员，敬请兄弟大岛守望。第三，真爱邻社区关怀据点甲国民健康署伫1月31星期2。到5月初2星期2下午2点办理第1期预防甲延缓适龄的课程，欢迎65岁以上的长辈参加，请穿轻便的服装、运动鞋，搁爱带家己的健保卡。第三，教界消息，咱请潘牧师报告。各位在平安。也报我教界消息的时阵，先来欢迎今日礼拜来咱教会聚会的兄弟。或者陈义先甲陈丽珍，请起立，互阮来欢迎恁。我有看到 Boston 吼，好，欢迎恁来吼。来教界消息，高雄中华教育部举办2023年的读经运动手抄的即个新明记。11月31进前抄写新明记以及寄断去，就会当参加抽奖，报名费是200块。敬请伫本主日前办公室配分干事来报名。1月15前来报名的，会当对办公室来去领纸以上。请掀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23节。白话字伫新约237页，台语235页，和合本293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23节。现着我来强读。谨慎，无得用歹报歹，迄是大家三款待，也是款待正人，着常常对入迄个好，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毋通拍花圣神，毋通看轻先知的话，凡事着查验，好的着接受，着离开逐样的歹。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诚诚。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感谢主，愿主的话点伫咱的心内。俄勒请妇女圣歌队。我
伫搁咧过年的时阵，会当做伙搁一摆来敬拜上帝。牧师伫讲道之前，爱先邀请世界展望会的义诊是主任吗？毋是。好，等下你自我介绍一下，伊来甲咱大家来报告世界展望会的事工，咱大家拍拍来欢迎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真欢喜，伫新年的最后一天，就是来遮来分享展望会的即个较新的即个社工，叫做秋审检选。我是高雄办公室的义诊，我是资深的专员，真欢喜，就是足感谢，就是牧师、陈牧师互咱有即个机会会当来遮来分享，嘛希望讲会友会当来资助咱的囡仔，孟加拉的囡仔，差不多目标是20个安尼。好，咱先看一个 PPT。对，后一仔，咱先看一个影片，伫非洲的上比亚即个所在。Tinasaidia kuanza amuzima ngasi anda anjizuka nane muzuka Zikomo ba World Vision. Thank you World Vision.就真感动，台湾的听心安尼，就会当到非洲，到足侪个所在，会当看到，就是讲，伫美国的宣教师 Bob Pierce， 伊伫1950年的时阵，就是成立即个台湾世界展望会，伊就是讲着讲，愿互上帝心碎的代志，嘛互我心碎。各位会友会讲去想看觅，啥物是互上帝去伤心的代志，咱来嘛会安尼来做伙伤心嘛，安尼来帮助遮需要的囡仔，甲因的家庭。这个世界展望会是对基督开始的即个时间安尼，所以咱希望讲，伫囡仔还未开始帮助因的时阵，咱就是去尊重遮个囡仔。后一仔会当看到咱伫世界展望会伫足侪个国家拢有帮助因。后一仔有水资源，佮有因的生计发展，佮有囡仔的保护，佮有会当受教育，佮有互因有即个灵性的即个培育，就是互因会当有即个圣经的社团，佮有会当互因有身体健康有营养，佮有清气的水。咱就是足侪个代志拢伫即个社区来帮助因。后一仔会当知影讲，安尼因就会当恢复上帝创造因本来的即个样即个所在，就是互伊有即个好的身份，知影讲上帝创造因是上好的，知影因的形象嘛是好的，对开始的时阵就来帮助遮个囡仔后一仔。所以呢，伫今年的时阵，本来伫上比亚即个所在尔，今年要扩大去孟加拉，佮有迄个伫非洲、乌干达这两个所在，嘛有即个秋审，互囡仔来检选因的资助人即个代志安尼。好，后一仔，咱会当看到遮孟加拉伫即个所在，吼，伊就是伫缅甸甲孟加拉的所在，即个就是咱咧帮助的即个计划区，吼，好，后一仔。会知影讲，即个所在伊对嘛是离缅甸足近的，所以嘛有足侪罗兴亚的难民嘛是拢伫遮，而且所在因的人足侪，因嘛真善巧，因为热带季风的关系，因每一年的拢有即个水灾会发生，嘛有即个传染
病，比如说霍乱这，所以因遐是较善食一个所在。好，后一页。所以会当为着孟加拉即个计划区来祈祷，会当帮助因，因为因是福音还袂得到的所在，来帮助因，因为德蒙会伫遮来帮助遮个囡仔，互因会当有即个福音，会当传伫因的心内面。会当帮助因，会当变做基督徒，嘛希望讲各位会友嘛会想写批互恁资助的囡仔，互伊会当知影讲，伫台湾有人是听伊的，是爱，会当甲上帝福音来传互因，嘛会当帮助遮，因为遮的囡仔，特别是女童，因为伊可能60%，可能18岁以下，就是拢爱，就是被迫结婚安尼，所以就无法度去上课。即个问题，希望讲大家嘛会当来台岛，嘛会当帮助因遮个囡仔5岁以下，足侪囡仔因拢是营养不良的状况，来为着因来祈祷，来帮助因。好，后一页，搁来看一个，求神的话有4个步骤安尼。第一步呢，后一页就是咱等下伫后面遐有一个翕相的所在，咱就是先。会当甲你的资助的信用卡授权书先填好，然后就会当来翕相。啊，第二步后一页，咱就伫孟加拉即个所在，恁看到因的服装，就是和台湾无啥共款，伊就是穿因上正式的即个服装，因为因做欢喜，第一届有即个选择的即个机会。伫孟加拉即个所在，就是有台湾的人的相片，就是挂伫遐，啊，因就去选择安尼，就是有一个 choosing party。啊了后之后，因就会写批互台湾资助人安尼。好，第三步就是伫台湾即个所在，差不多2个月以后，差不多就是4月份的时阵，伫油厂教会遮就是办一个揭晓派对，就是迄阵呢有一个墙，就是有每一个人的会友的即个名写伫遐，你就去摕你的名的即个信封袋，内面就有你资助人那个资助小朋友的相片伫内面，啊，会当写批互伊，安尼甲上帝福音会当传互即个孟加拉即个囡仔。好，第4步，这就是性命去影响性命的一个方式，这是阮兜的2个囡仔甲阮丈夫安尼。因拢会为着迄个阮资助的囡仔叫 Joseph 来祈祷。啊，圣诞节的时阵，我寄台湾的地图啦，无贴纸啊，无就是写一个圣诞卡片互伊安尼。这就是性命去影响性命，安尼会当帮助即个孟加拉的囡仔，全部一起来帮助遮个囡仔。好，后一页。我甲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伫倒边即个负责人呢，伊有一个查某囝。但是伊后来因为手术的关系，就无法度搁较生。但是伊一直想要有一个查甫囡仔安尼。有一届也无输，伊就是讲着阿伯拉罕的信心，即个信息伫内面。迄阵呢，伊就讲着伊献伊的囡仔以撒安尼。迄阵伊就是听了伊出去教会大门，伊就是甲上帝就是讲算笑安尼讲，若是我有一个查甫囡仔，我就要叫伊叫以撒安尼。结果伫迄个教会揭晓的派对内面呢，伊拄仔看到伊的名，伊拄仔掀起来，迄个囡仔就叫以撒，就是 Isaac， 伊拄仔足感动，伊拄仔哭出来，伊感觉是上帝在向伊来讲话，所以各位会友，咱有信心，就是上帝会透过足侪个方式来向咱来讲话，可能就是来帮助即个孟加拉的囡仔，伊可能毋知影福音，毋知影就是。上帝会听，但是因为你的帮助，伊会知影有人是听伊的，伫台湾人是有人来听伊的。右边即个倒边即个呢，是一个100岁的阿嬷，伊就是本来想讲，哎呀，我呢，就是年纪足大，敢有人要选我？结果呢，就是有一个囡仔怎选伊的时阵，伊就足欢喜的，伊就是想讲，伊足感谢讲展望会，互伊有即个机会来参与即个抽选减选即个文档。互伊伫即个天国的国度内面是有份的安尼，所以希望大家等下的时阵会当去翕相，会当定期每个月700块，就是一工要到25块安尼来帮助孟加拉的囡仔。希望讲今日会当有20个囡仔会当来受到即个帮助安尼。好，后一页。咱都有讲着讲，帮助上细囡仔，就是帮助，就是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希望大家今日会有
真正有感动来帮助国外遮的囡仔。多谢大家。所以咱看到讲，世界国乱拢无停止，尤其是咱看到讲伫囡仔的成长，因无都选择啥物，选择伊出生的所在，也无选择讲因的家庭甲父母是啥物款的人。总是伫因大汉的时阵，伫因成长的过程当中，若是有人会当互因一点点仔的帮助甲温暖，都会当帮助因搁较有即个勇气面对伊生命当中的困境。所以讲，咱牧师今讲的题目叫做安怎面对困境，咱安怎才会当赢过即个困境。其实困境吼是拢讲咱台语即个国语的讲法啦吼，那是讲台语要翻较好听，就是苦海吼。伫圣经当中提出苦海观念，就是保罗先生伊讲吼苦啊苦，我真正是真艰苦吼，我真正是真艰苦。保罗时代的艰苦，咱会当了解。伫迄个所在，无水无电，阁无便利商店，要买物件真无方便，要看医生嘛是真无方便。但我想每一个时代，伊拢有伊艰苦的所在，拢有伊艰苦的所在。每一个时期嘛有艰苦的所在。伫过年的时阵，大家会感觉过年真欢喜。我伫细汉的时阵嘛，感觉过年真欢喜啊！因为阁细汉，阁有红包好摕，然后阁有物件好食。但是到落尾吼，我愈来愈大汉的时阵，才发现发觉讲吼，阮妈妈伫过年的时阵，伊压力真大呢。因为过年线，伊就连伊就爱护4个囡仔，阮兜吼，我姐姐甲个阮小弟吼4个囡仔的即个学费吼，伊压力足大呢。伊就一直念吼讲，恁咧欢喜摕红包哦，我就爱惊吓吼，我就爱准备讲爱来付恁的学费，来传你的学费。所以讲吼，阮就摕着，尤其是阮妈妈是咧发红包煞，随讲一句话，阮就随甲红包摕互伊讲，妈妈这摕去付阮的学费安尼。迄时吼，你想讲敢有亲情朋友来阮兜行无啦？我妈妈讲吼，咱吼是散家吼鬼看着，那讲散家鬼看会掠去。咱兜是讲散家吼鬼看着就会惊尔，所以讲吼，你莫想讲吼，过年时有人会来遮行安尼啊，有亲戚朋友会来遮看，来遮开讲，人看着讲哇，你无钱是毋是见面就要甲我借钱？人看着真正是会惊，对无？所以就讲，伫迄个时阵吼，我年岁愈大，烦恼等我的烦恼愈来愈济。所以我伫成长的过程当中吼，我就感觉讲过年毋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自细汉我就想要赶紧大汉，会当出去上班，分担阮妈妈的压力。所以我伫国小的时阵，就伫餐厅拍工。因为细汉伫餐厅拍工，所以常常受人欺负。所以我细汉时阵就感觉人生真痛苦，亲像苦海共款。安怎拍拼嘛看无海岸。但是以前看迄个布袋戏《分州大路劫》苏彦文的时阵吼，因为我拢是看迄重播的啦吼，我的年岁也袂遐大，所以我看到一个角色真吸引我。迄个角色出来的时阵，我就讲我就是点点饭碗旁的，我就囥的，我看伊出场。即个主角做苦海女神龙，大家有听过无？我看苦海女神龙虽然真做一个女性，但是伊伫人生的苦海当中伫遐蹭悬蹭低安尼啊，伊无认输啊，所以伊就是真认真的过伊的生活，来拼就甲伊拼安尼所以出场的时阵，佫有音乐佫有伊的迄个背景音乐，会晓唱无？我歹唱。但是我会感觉讲迄个时阵感觉讲人生真正苦海，我有个人感觉呢。细汉时阵就爱啉咖啡，啉咖啡敢若咧啉药啊共款。但是大汉以后愈来愈爱啉咖啡。咖啡毋但是着会当增加我的即个头壳愈来愈清楚，嘛会当互我做事更较有效率。总是会当慢慢会当体会咖啡的味，毋是苦尔。苦中阁有甘甜。所以早前我听一条歌，我拢一直足爱笑。
吼，即阮妈就爱唱，因为我是甲阮妈妈做大汉的，所以伊都爱唱歌啦，吼，唱老歌吼。你有听过？美酒加咖啡，我只能喝一杯，哦，一杯而已哦。但是刷落来吼，吼有够好笑。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哎，不是只能喝一杯，又喝第二杯，然后搁想着啥？想起了什么？过去像流水，管他去爱谁。然后呢，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再一杯呢。哦，这嘛是啉得伤凶啊嘛！原来是一天啉遐济杯，哦，可能暗时拢免困。所以讲吼，有时拢烦恼甲吼，真正免困。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我是毋捌啉过啦吼。但是我爱啉咖啡，人生的味道是安尼苦苦甘甘，苦苦甘甘。哦，但是伊讲想着过去，亲像想着过去，搁啉一杯，搁想着过去，搁啉一杯，一杯再一杯。哎哟，这个人的人生是偌痛苦，偌艰苦。伫苦海当中安尼唱来唱去，伫苦海当中安尼浮浮沉沉安尼，哦，一直想要找着海花的所在。所以讲吼，人的心会艰苦，人活了就忝的，你知道无？所以讲，我华裔讲人活着就很累。哦，有没有道理？人活着就很累。哦，因为吼，咱的生命当中有真侪艰苦的所在。上一旦来了解艰苦，就是咱讲伫旧约当中的这个所罗门王啊。伊吼讲一句话啊，就爱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吼都是伊讲的好啥？什么款的人爱食药啊？就是破病人较爱食药啊嘛。这个药啊，毋是所有人会当食呢。你去病房的时阵，去甲探访的时阵，讲哎呀，你都爱欢喜，欢喜心是好药，随互喊出来。我著咧艰苦啊！你佫叫我食欢喜的药啊？伫什么所在？你著摕我看。所以说，这个欢喜这款药啊，吼，毋是所有的人会当开出来，毋是世间的医生会当开出来，是上帝这个大医生才开出来的这个药啊。吼，但是吼，这药啊，伫圣经内面，会当真正认捌上帝的人才会当食这粒药啊。咱若是看伫病院就爱打一条的。好，欢喜的心是好药，吼，欢喜的心是好药。但是真正爱认捌上帝的人，才会当了解，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王，伊是真正有喜乐的人吗？有喜乐的心吗？其实无呢。你看伊一生真成功，伊投资嘛赚足侪钱，伊搁去圣殿，然后伊搁去伊家己住的所在，然后伊搁这个有。伊个即个有钱以后，伊个请足侪唱歌的人，然后即个歌手，佫足侪享受的物件。伊生活是真快乐，总是咱看到传道书啦，后壁伊讲哦，哎哟，空虚呢，即敢若都无啥意义呢。因为伫快乐以后，就醒的时阵头壳真痛，伫咧欢喜以后，心内真空虚。伊讲啥物？我目睭所看到物件，我当会当得到。但是这物件无法度真正互我欢喜，无法度真正互我快乐起来。真正的快乐是对心内迄款的快乐起来，是对面对困境、面对困难的时阵，我会当突破，这是真正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这个烦恼甲害气，烦恼甲害气。烦恼甲安怎？规组害了了，烦恼就安怎？烦恼就死去，心就死去。为什么？因为心就是规工个咧烦恼、惊吓、痛苦、失望，你就无法度做任何代志，你就无动力啊，你就无迄个勇气嘛，你就脚就徛袂起来，你就逐工你就烦恼，你就袂困啦。所以讲有一摆我甲陈牧师讲的时阵讲，迄若是无迄个较。有小可能力的人吼，若是拄着遐尼济事工吼，真正都拢宕机去。我讲会着呢，有影呢。我认真家己一个咧牧会的时阵吼，事工足济时阵吼，我逐工有知影讲，我足济代志爱做，但是我着宕机，你知道？我着好啊，归去来困觉好啊，好啊，归去来食饭好啊，好啊，归去来出来佚佗好啊，来行行好啊。我真宕机呢，代志足济着，我着想无讲对虾米所在开始。我心内就烦恼、惊吓，我咧想讲钱对倒位来，重工对倒位来，我会当安怎做？想到落尾讲好烦死，
啊，毋是拢袂困，我就好当机啊呢。所以烦恼就是讲吼，你无法度面对困境嘛，咱无法度面对咱所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苦海，就是无法度会当受去，爱需要有人来甲咱斗相共。苦海就是无法度靠家己，咱就是爱靠上帝才会当行出去。所以今仔日所讲的经文当中，保罗先生伊真正了解痛苦呢。伊是虾米款的人？伊哪会讲我人生真痛苦？你若是看伊宣教的路程当中，哦，足可怜的。伊伫家己什物所在吼，咱用即摆的话讲吼，伊就是虾米款的人，或者西尾渡人。你有听过无？伊坐船会沉落去，啊吼，伫好真无简单，互救起来以后，逐个航海时伊摕叉挖抓甲夹，对无？啊，然后去到啥物所，人互石头甲拍，摕石头甲牵，啊，佫无代志，佫用哭气，佫用举报，佫用关伫即个互人互人独居房，互人迄个关起来。哦，即个人真正是我所以为着福音的缘故，然后一直向前行，传福音的时阵，但是伊的生命真痛苦。伊上痛苦的时阵，伊竟然讲一句话啊，着基督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基督你的旨意。哎哟，这人毋是头壳歹去嘛？我著就是上压力上大，就是伊的时阵，就爱讲，恁著爱欢喜，恁著爱欢喜，恁著爱祈祷，恁著爱感谢。问题是爱感谢啥物？我著生活就遮痛苦，我著爱感谢啥物？我郁伫心内，我都毋知影要讲感谢啥的时阵，我苦都讲袂出来的时阵，我是要感谢啥物？所以台湾人拢知影即条歌，心事若无讲出来。啦，我知影恁就是要接的，因为恁拢会晓唱。台湾人拢会讲，吼，我做到心事，我毋知啥物甲是啥物人讲，艰苦坐挂，艰苦甲要害，总是吼，伊就甲咱讲。哎哟，莫袂记的哦，咱搁一个听咱的天父上帝，咱所受的苦，但是有意义的时阵，你下度会当勇敢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苦楚。所以伫骹都歹势，理财就讲一句话：你若是知影你为虾米受苦，你就有勇气去行伫即个面对你的痛苦。你若是知影你为虾米受苦，你就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痛苦。所以保罗伊知影伊生命当中的意义，伊受苦的意义是啥物？所以伊勇敢往前来行。所以妈妈，你知影你受苦的意义，你痛苦的意义，艰苦的意义是啥物？天气足热，搁起来煮饭，为着要互囡仔带炸便当，食较营养的，吼，啊，就爱着搁较寒，就爱流涂骹，帮伊洗衫，就要互伊穿较清气，然后较会当看起来较健康，会当有健康的生活。所以，阮伫全新营的时阵，学生嘛有咧反省，一个学生伊反省讲，我甲阮的爸爸妈妈的关系，吼，因为爸爸吼，即个伫咧年初的时阵吼，就是身体软弱倒落去，我甲伊才有遮济时间吼，会当斗阵吼，会当伫病院当中会当甲陪伴。伫迄个所在，我著受足济代志。我受我甲厝里人的关系，甲阮爸爸的关系，甲阮妈妈的关系。真正上帝甲我提醒足济。所以感谢上帝，就是讲搁较，咱若是会当停落来去想看卖啊，讲咱受苦的意义啥物时阵，你就会当往前来行，往前来跑走，往前来当勇敢往前来行。所以伫耶利希米书内面，伊讲：恁毋通忧愁，因为我靠耶和华所得到的喜乐是恁的快乐。所以我靠耶和华所得到的力量，就是喜乐，就是咱的快乐。咱因为耶和华所有喜乐有快乐，伫欢喜的心内面，会当来积极来面对咱生命当中的困境、苦海、痛苦。用啥物来赢？用祈祷来赢，用啥物来赢？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赢。不是困难，我知真困难呢。
伫无孙娘咧判伫咧住院的时阵，真艰苦。医生讲我无步啊，阮只会当祈祷，搁再祈祷，请无孙娘代祷，中保代祷，祈祷，请所有的人来帮咱祈祷，咱搁有啥物步？无步啊嘛，无法度啊。总是伫一个上惊吓的当中，咱搁会当唱诗歌，搁会当祈祷，咱向上帝来祈求。所以行过迄段时阵，我甲无孙娘讲，有真侪，伊真侪拢袂记啊。我讲你迄时吼，骹吼安尼有够瘦的啊，皮包骨，敢若对非洲来共款，足可怜的。有影，有影。我即马有较大箍安尼，伊就甲我应讲，你毋是较大箍，无啦，伊无甲我应啦，是我家己有发觉讲，我真正有。因为心真好，所以食较济，吼，因为心真好，所以食较济。所以两位兄弟，咱伫咧困境当中真简单啊，爱用啥物来赢？着祈祷，着感谢，然后毋通拍花，信心来感动，也爱嘛毋通看紧先帝的话语，爱定定喜乐。就是行伫咧上帝的话语当中，就是行伫咧上帝即款的积极当中。咱除了祈祷，除了上帝话语，咱阁有啥物会当挖靠？咱阁有啥物会当挖靠？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喜乐伊毋是环境的问题，伊是心的问题。喜乐甲快乐无共款，快乐一短，一下就过去；喜乐是会当长长久久。快乐是受到环境来影响，但是喜乐是受到你甲上帝关系来影响。快乐是无毋望的，喜乐是伫苦难当中有毋望。快乐是咱伫个苦海当中，用或者一句叫做苦中作乐。但是喜乐是，我知影我虽然伫困苦当中，总是我伫未来有愿望，我的未来有愿望。所以伫咱的咱定定唱一条歌，或者迄个盛小梅所做的迄条歌，或者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流泪你若无接啊，我就毋望你呢。你若这袂当挖苦的呢哈。接啊，咱拢无讲好。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有听过吧？吼，拢有听过。若果无听过，我要继续唱吼。所以伊伫做即条歌的时阵沈小妹伊咧做即条歌的时阵是带伊的查某囝出车祸。我接到即通电话上惊甲伊先生紧开车去病院。紧开车去病院。伫开车过程当中，伊就一直祈祷。但真奇怪，上帝就会一句话：常常喜乐。然后做成一条歌。我种奇怪，这是精神错乱去吗？查某囝出车祸呢？即摆阁毋知影生死，毋知影偌严重呢？竟然上帝讲我这条歌，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原来啊，就应验上帝耶和华上帝耶稣所讲的迄句话。我所留予恁的是啥物？平安呐！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我拢有平安守护互恁；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我拢会当守护互恁平安，互恁会当心会当安静。毋但是平安尔，阁有啥物喜乐、甲毋望、信、望、爱。所以保罗先生伊伫上艰苦的时阵讲的遐个话，恁都爱定定欢喜啊，爱祈祷啊，然后向上帝献上感谢。然后，根对信心所讲的话，信心就是帮助咱、鼓励咱，会当有气力面对生命当中的苦楚、困境。然后，先知所讲的话语，鼓励咱会当有勇气，搁一届会当有勇气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搁一届会当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喜乐是对心中开始的，所以用什么来赢过生命当中的困境？祈祷。感恩、敬拜，用喜乐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这是真正甲上帝结连最深的人
才会当了解即款的秘诀。所以我会当对恁讲，我袂当对别人讲。别人若是无信耶稣的人，因无法度了解。因若是无信耶稣，因就是感觉讲，哦，这是精神错乱去。较会讲一句话，较会讲遮艰苦，佫会当欢喜，佫当唱歌，迄是精神错乱去嘛。但是对我大汉的过程当中，我定来看到我妈妈艰苦，我妈足早就过身去，49岁伊就去见上帝。伊一生真痛苦，伊一生真艰苦，惊吓无毋茫，直到伊的身体的状况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忧伤到落尾，忧伤到伊的心，到伊的骨头内面，艰苦到伊的骨头内面啦。逐工都是流目屎，艰苦，无啥物毋茫。伊定来讲一句话，讲我毋茫吼，就是恁死的赶紧健康大汉，安尼就好啊。可惜我看到，伊有看到我的健康，嘛有看到我大汉，迄时我敢若20几岁，有啦，我有大汉。伊有看到我健康大汉，可惜无时间互我好好来友好伊，真可惜，真可惜。所以转去的时阵，即个转去北部的时阵，阮爸爸70岁，但是伊身体真勇健。阮楼顶厝尾顶咧流水，然后伊就讲，我来做风水，我来做，毋通啦，咱请人来做就好。请人做50万呢，尼慢慢付啊，袂要紧啊。我袂要紧，我做。伊爬去咧做，爬去做风水。迄周围迄个防水砖爱掀起来，旧的迄个防水漆爱甲凸起来，然后迄个壁角迄个所在已经互水浸甲已经破空的迄个暗门头吼，我袂晓讲啦，就是迄水泥爱甲凹起来，然后吼伊家己一个。伊就带我转去讲，即间厝你爱知影讲伫啥物所在有问题，啥物所在我甲调较悬，水爱安怎走，你爱了解。伊一直讲。我伫后壁咧看的时阵我感觉讲感谢上帝呢。伊过前是做农主，离外口有即个小山，佫落冬。我以前真怨恨伊呢。真讨厌伊呢，无爱甲伊讲话。但即马，伊真做一个会晓替我设想，会晓替我想一个好的爸爸。若毋是上帝，因的性命哪有可能改变？伊做甲骨刺大家都为伊骨刺祈祷过。但是伊为着讲免烦恼，我袂开刀。伊逐工拢行路去福建，迄疼甲无法度行路。有较艰苦的，但是伊就讲，伊甲我讲，若是我想着讲，我所行的每一步路，拢会当带来健康，互恁免烦恼，我会当继续行落去。然后在伫生活的即款的困境甲艰苦当中，但是咱找有意义，咱都会当勇敢来行。上大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咱为着耶稣来活。然后伊甲咱三个弟弟会当看见生命当中的毋茫，常常欢喜，常常祈祷，常常透过信心鼓励，会当赢过生命当中的困境。这毋是对无信主的人所讲的，是对甲伊结连真亲的兄弟所讲。所以，若是要赢过生命当中的困境，咱甲上帝结连。会当了解上帝伫咱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届来领受你的话语鼓励，阮会当勇敢来跑走人生的道路。我看见些囡仔伫自出世，伊无得选择因的家庭，无得选择因的父母，也无选择因的国家，总是伫阮手阁有困难的时阵，我会当提供伊一点仔斗相共。也伫阮对你呼求的时阵，我知影伫阮的兄弟当中有真侪人，身躯肉体病痛，求你来医治。
伫经济顶面有困境的，求你来帮助。求上帝，祈求上帝伫阮艰苦无毋忙的时阵，赏赐信心，对阮讲话，鼓励阮会当伫苦难当中找到意义，也赶紧来结连伫你，互阮会当赶紧会当来对你的脚步，会当透过祈祷、感恩、喜乐，面对生命当中各种的苦难。恳求主，互阮有勇气、有气力，会当定定来到主你的面头前。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回应诗，请掀开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大家爱为着咱的世界展望会艺术馆祈祷，也为着咱教会前方的开拓，以及咱地下室的整修，以及咱伫教会当中有一兄弟身体软弱，但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帮助。无论伫咱伫开拓时间，还是讲教会治理，以及会友的关心，求主帮助咱，让会当有对上帝兄的智慧、开咱资源。咱都会当做甲到位，会当做甲互上帝欢喜。咱大家出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帮助，你是阮的气力。阮将阮的开拓，阮的地下室整修，阮用阮教会当中身体软弱病痛兄弟，阮全搁伫你的手中。阮专注你，搁一届你来帮助阮，互咱各个才会当徛伫你的面头前。愿主搁一届你来帮助，靠主。阮伫教会有侪事工爱经营，阮伫教会有侪的牧养，有侪的即款的兄弟，伊肉体病痛，求主你来帮助来医治，互伊当完全得到快乐，得到完全医治。愿主搁一届来保守你的兄弟，伫你的内面会当得到看顾，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的结果。我也为着世界的疫情，也为着世界的无平安来祈祷。求主伫新的一年会当赏赐互阮平安、福气，以及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来充满伫你所行的教会当中。愿主上帝你搁一届来顾惜阮，阮感谢你，保佑你，来听完整人祈祷，互阮会当定定用祈祷感恩谢谢来到主你的面头前，请主阮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祈祷。阿门。请会众请坐。咱请祭司收奉献。
耶和华以勒上帝，阮感谢你逐日丰盛的赏赐，搁伫阮欠缺的时补助阮，赐阮教业的稳定甲运事，用平安带阮行过生命中的每一日，也互阮有教业的运事来服侍你。当阮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金钱甲财能，诚做上帝甲教会路用，求上帝感纳阮所献的一切。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肯398首。祝祷，请潘牧师。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授赐满满恩典、平安、福气，充满伫恁，对大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闭会。